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會講到呢第二個方法啦。咁啊，第二個方法呢，其實我哋就會叫做一個 by grouping terms 啦 ，factorization by grouping terms 咁樣嘅。咁啊，呢一個啦，grouping terms 就之前都講過啦。中文呢，咁我哋會叫做一個拼項嘅手段嘅拼項。好啦，拼項咧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即係講緊啦，我哋係需要咧就做一啲嘅分組咁樣樣嘅。咁啊，首先咧我哋睇翻個 remark 先。咁啊呢一度咧就話啦，幾時會用到㗎呢個 grouping terms 呢個 remark 咧？咁啊其實大家都要留意翻㗎噃。就話當我哋要處理一個 polynomial 啦，個項數咧係牽涉到4項或以上嘅時候，即係你會見到啦，嗰條數式咧零零舍舍特別長嘅，個項數咧係講緊4項或者以上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咧要做因式分解嘅話，多數咧我哋都會想起呢一個叫做 grouping terms 嘅方法咧，就去做咁樣樣嘅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度咧，我哋就去到工作紙6㗎啦噃。咁啊工作紙6嚟講咧，咁我哋咧就會先講翻咧由第一頁開始先。第一頁，咁啊先抽翻2條嘅題目咧，就去示範一下點樣做一個叫 grouping terms 嘅方法先啦。咁啊第一條要講嘅就係第5條嘅第5條。咁啊第5條咧，佢就話我哋要係對住呢個1減 x 加 y 減翻呢一個叫做 xy 呢個 polynomial 嘅因式分解咁樣樣。咁啊留意翻啦，呢度有4項啦。咁啊4項咧，咁你留意咯喎。4項之間，如果你話想用翻咧，我哋前一個 session 講嘅就話點樣去抽翻嗰個嘅公因子啦，全式4項。咁啊其實係唔成事㗎噃。咁啊因為你都會見到啦，就話呢度4項嚟講咧，就係話呢度1有 x。咁其他嗰啲項咧就冇，未必個個都有嘅。咁啊呢度有個 y， 但係咧你會發現頭2項咧又冇 y 咁樣樣。咁即係話咧我哋做唔到啦，呢個叫抽因子嘅。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，咁我就睇一睇啦。4項，咁我哋嘗試咧就2項咁去睇啦。即係好似而家假設有4個人，你要分組做一啲活動嘅時候，咁啊紙筆人咧我哋都會咧係以每兩個一組咁樣樣噶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分組啦。我哋首先將鄰近呢2個咧就係第一組。好啦，尾二呢2個呢，我哋就將佢呢 group 做第二組。咁呢一個呢，就有一個拼項啦，即係話分組嘅方法啦。OK， 好啦，分組嚟講，其實即係講緊我哋呢，既然將1同埋減 x 呢2項呢視之為第一組嘅話呢，我哋就嘗試對住1減 x 呢，就俾一個括弧佢，好啦，對於第2項嚟講，咁我哋呢就加嘅呢個位。對住 y 同埋呢個負 xy 啦，咁啊亦都係一樣，我哋會俾一個括弧呢，亦都係俾個括弧佢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將咧呢2個咧就劃分咗2組咁樣樣噶咯噃。好，跟住下一步我哋要做嘅嘢就話，既然分咗組嘅話，咁不如咁啦，組與組分別地睇下有冇公因子可以抽先。對於第一組一個 x 一個1啦，另一個係負 x 嚟嘅，咁啊冇公因子抽，咁我哋咧就維持原判，叫做括弧1減 x 先。好啦，對於第2項嚟講，我哋會見到咯喎，今次第2項第2個組別啦，咁啊第2個組別嚟講咧，呢度有 y。呢度亦都有 y， 咁即係話咧喺第2組嚟講，我哋最少係可以全式抽一次 y 出嚟咁樣樣嘅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將個 y 抽出嚟喺括弧嘅出邊，好啦，然後喺呢個括弧入邊就擺翻咧，就話當你將個 y 全式咁抽咗出嚟之後，剩翻低嘅第1項，好啦，僅餘一個 y 俾你抽咗出嚟啊嘛，其實呢個 y 咧就即係講緊1乘 y 咁解。當你將個 y 抽咗出嚟之後，咁其實呢個位置咧係會剩翻低數字1嘅，咁呢個係要留意翻嘅喎，即係唔好話僅如一個 y 抽咗出嚟就乜嘢都冇，唔係嘅，我哋係要補翻個1嘅數字喺度嘅，因為你要將個 y 乘翻入去咧，出翻呢一個1y 呢個 term 咁樣樣。好啦，跟住啦，第2項咁啊好容易睇啦，因為你將個 y 抽咗出嚟做公因子啊嘛，咁啊剩翻低咧就係呢一個叫做負 x 項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咧就睇翻啦。而家咧第1組冇嘢抽，繼續叫1減 x。第2組有一個叫做括弧1減 x 乘 y 咁樣樣。咁即係話我哋而家見到呢2項咧，大家都有一個叫做1減 x 嘅。咁我哋咧就將呢個一減 x 咧就全式咁抽佢出嚟。咁啊抽佢出嚟嘅話咧，咁我就會有括弧1減 x 寫喺最出邊先。好啦，然後咧就話當我哋咧就將呢個1減 x 抽佢出嚟之後，第1項就剩翻數字1嘅。好啦，對於第2項嚟講，因為1減 x 抽咗出嚟㗎啦嘛，剩翻低咧就係加 y，咁所以到此為止咧，咁我就完成咗呢個利用拼項嘅方法啦，就進行因式分解咁樣樣㗎噃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啦，就試下咧示範另外一條啦，第8條就係一個叫做 xy 加 yz，然後減 wx，再減翻 wz 咁樣樣嘅。
嚇。咁第8條啦，我哋示範再下一條啦。呢一條亦都係啦，我哋係需要咧利用翻一個叫做拼項嘅方法去做嘅。有時候咧拼項咧有一樣嘢要留意啦，就話我哋分組唔係永遠都係第一搭第二個、第三搭第四個咁樣分組嘅。其實如果呢條數咧我哋識得懂得有效地去做一個分組嘅話咧，其實嗰啲正負咧會比較容易啲處理嘅。個意思咧就即係講緊 x y， 其實我哋可以嘗試今次咧就將呢個就搭呢個就叫佢做第一組。咁樣 group 好啦。第二個 y-z 咧，我哋其實係可以搭呢個 w-z 嘅。呢個咧呢兩個2搭4就分之為第二組咁樣。好啦，試下咁樣分組睇下成唔成功噶咯噃。首先咧，我哋點樣將呢個負 wx 啦，第三項呢個負 wx 就寫翻落第二個位置度先，方便我哋一陣間咧就要做一個分組咁樣嘅。好啦，跟住第二項就搭第四項，所以咧就將第二項同埋呢一個第四項嘅負 w-z 咧就寫喺第三同埋第四個位置度。所以咧我哋就會有加 y-z 減 w-z 咁樣。OK， 嗱再講多次，第一步我係先移項先，將呢個負 wx 由第三個位置擺落第二個位置度，令到佢同 xy 咧親近啲。第二個就搭第四個，將佢哋擺埋一堆咁樣。好啦，跟住啦，我哋咧就分別將呢兩個同埋尾呢兩個咧就分開兩組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呢一個位置咧就會俾兩個括弧呢兩個組別嘅，俾個括弧。我哋咧去呢個位置咧就做緊一個叫做拼項嘅方法啦 ，grouping terms 啦。好，我哋咧 group 咗之後分咗組咯喎。我哋咧下一步就係話對住每一組啦，留意翻有冇公因子可以抽出嚟先。對於第一項嚟講，其實有公因子可以抽嘅，就係個 x 啦。呢個位置見唔見到？大家都有 x 噶嘛，我哋咧就可以將呢 x 咧就寫佢出嚟。好啦，將個 x 寫咗出嚟之後咧，剩翻低嘅就係呢一個叫做 y 減 w。好啦，跟住啦就去到第二個組別咯。第二個組別咧，我哋見到，咦呢度有一個 z， 呢度有一個 z， 咁即係話咧，對於第二組嚟講，我哋係可以將呢個 z 咧就共同地抽佢出嚟。好啦，將呢個 z 抽佢出嚟之後咧，喺個括弧入邊就會剩翻低 y 減 w 嘅 y 減 w 咁樣。我冇記先，呢度加啦，繼續係加嘅關係啦。好啦，我哋咧第三步咯。第二步，當我哋第一步我哋就做咗一個叫做分項啦，分組啦。分完組之後，每一組各自地抽咗個公因子 x 同埋呢個 z 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就再留意翻呢兩個項。大家咧都有一個存在緊一個相同嘅公因式，就叫做一個 y 減 w 得唔得先？即係話今次呢個叫做 y 減 w 成個咧就視之為呢兩項之間嘅 common factor 公因式啦。我哋就將呢個 y 減 w 咧就寫佢出嚟，即係抽佢出嚟啦。好啦，就將呢個 y 減 w 咧就抽佢出嚟咁樣寫㗎咯噃。好，將呢個 y 減 w 抽咗出嚟之後，我哋開翻個括弧。好啦，呢個括弧就係話，當我哋將呢個 y 減 w 抽咗出嚟之後，對於原先呢兩項嚟講，就會剩翻低 x 同埋呢個加 z 嘅。我哋咧就會寫翻低 x 加 z。到此為止咧，完成咗咧呢一個利用，亦都係啦拼項嘅方法咧，就係進行一個因式分解嘅問題嘅。好，跟住啦，去到第二頁。亦都係啦，工作紙第二頁咧，我哋亦都會咧係示範一啲咁樣嘅題目嘅。工作紙嘅第二頁咯。首先咧。第一題會講到就係12題，12題咧就有一個叫做12h 加4個 ah， 然後減翻3個 ak， 再減翻9個 k。我冇 k 先，好啦，我哋咧就睇一睇翻啦。第二頁咧嘅12條咧就係呢一個嘅 polynomial 嚟嘅。喺呢個 polynomial 亦都係啦。我哋有4項啦，分組。今次分組咧，我哋咧就將頭兩個 group 做第一個組別。尾二呢兩個，我哋就 group 去做第二個組別。好啦，嚟㗎啦噃。首先啦，如果呢兩個就咁叫做第一組嘅話咧，我哋就純粹加個括弧俾佢嘅啫。我哋就咁括住佢12h 加4個 ah 咁樣。好啦，第二項啦，第二項當我哋咧嘗試攞個括弧咧括住佢嘅之前咧，我留意翻呢度有個負號。我哋咧通常咧都唔希望咧就話當我哋括咗佢之後。呢個第一個數字咧係負數嚟嘅，所以咧我哋就嘗試咧對住呢兩項全式咧就掹一次負號出嚟，掹走一個負號出嚟，然後先至再攞個括弧咧括住
呢兩個數。好啦，咁啊問題嚟啦。咁啊首先留意翻，當我全式對住呢兩個掹走咗個負出嚟嘅話，原先呢個負數呢，佢係會變翻做正數嘅，即係正3個 AK。對於第二項嚟講，因為全式都要掹一次負啊嘛，咁原先呢個負9個 K 呢，咁呢個負掹咗出嚟呢，佢呢個負數就會變翻做正數嘅，正9個 K。我冇 K 先。好啦，咁 OK 嘅話呢，咁我哋呢跟住啦，成功地分咗組別啦，然後對住每一組呢，就進行一次抽因子嘅動作，抽公因子嘅動作。好啦，對於第一組嚟講，數字12、4，咁即係話呢，我哋最少係可以抽數字4出嚟先嘅。咦，大家亦都係有一個 H 嘅出現噃，有一個 H 嘅出現，咁即係話呢，我哋亦都係可以抽埋 common factor 個 H 出嚟。好啦，抽咗4H，對於第一項嚟講，12抽走個4，剩翻低數字3，4、3、1、12啊嘛。H 抽咗出嚟㗎啦，咁所以咧就唔再有 H 喺度出現㗎啦噃。然後就再加翻僅餘一個4俾你抽咗出嚟做公因子，剩翻低嘅咧 H 又抽埋出嚟，咁啊剩翻低咧就係中間呢一位就係數字 A 嘅3加 A， 3加 A。好啦，跟住對於第二個組別咯，第二個組別嚟講啦，數字有3有9啦，即係話全式最少可以抽一次3先啦。另外大家都有一個 K 出現緊嘅，咁即係話呢，我哋亦都係可以將個 K 呢視為 common factor 公因子抽佢出嚟。抽完3個 K 之後，對於第一組就剩翻低 A 呢粒英文字母，再加翻好啦。數字 K 抽咗出嚟冇㗎啦，咁另外呢9嘅身上抽咗個3出嚟做 common factor 之後呢，剩翻低嘅就會係呢一個數字3，因為3歸9，所以如果由9嘅身上抽咗其中一個 factor 3出嚟呢，佢仍然都會剩翻低3嘅，跟唔跟到先？好啦，跟住落嚟啦，我哋留意翻啦，而家呢，我哋分別將兩組嘅公因子 4H 同埋呢個3K 抽咗出嚟之後，咁我哋留意翻啦，呢兩項之間存唔存在有公因式嘅出現呢？因為我哋最後一步咧就話留意翻就係兩個組別咧，如果有公因式抽埋出嚟咧，咁我哋就已經係可以埋到個尾㗎咯噃。咁啊事實上啦，呢一度其實有一個公因式嘅存在嘅，就係呢一個。不過咧呢個3加 A 呢個就 A 加3。咁啊其實咧呢一個 A 加3同埋呢個 A 加3啦，同埋呢個3加 A 咧係講緊同一樣嘢嚟嘅。咁啊即係話我哋如果將個 A 同3調翻轉嚟加咧，咁我哋咧就個次序一樣咗啦。一樣咗嘅話咧，咁我就寫翻低先。4H 將呢個調翻轉嚟加啦，我哋就將3加 A 寫翻做 A 加3。好啦，咁我哋啦呢度啦見到啦，今次 A 加3 A 加3啦，次序都一樣埋啦，我哋就可以將呢個共同相同擁有嘅 A 加3咧就抽佢出嚟。抽佢出嚟㗎咯噃，咁啊好啦，開翻個括弧啦，就係愛嚟擺翻咧，就話對於呢兩項嚟講，如果共同地將個 A 加3抽咗出嚟之後咧，就剩翻低呢個 4H 同埋呢一個叫做負3K 嘅，咁我就將呢個 4H 減3K 咧就寫翻佢出嚟，咁到此為止咧就完成咗一個 grouping terms 嘅問題啦。好，咁啊跟住啦，最後尾咧咁啊去到16條咯，咁啊講埋呢條之後咧，咁我哋呢一個 grouping terms 咧就去到呢個部分啦 ，xy 減翻 y 2次，跟住再減翻 x 再加 y 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啊亦都係一樣啦，4項我哋咧就分組先啦。咁啊對於第一組嚟講咧，我哋就會將呢個咧就 group 做第一組，尾二呢兩個咧就 group 去做第二組。好啦，咁啊首先啦，我哋呢一度 xy 減 y 2次咧，我哋就將佢俾個括弧括住佢先。好啦，第二組咁啊亦都係啦。當我用個括弧嘗試括住佢之前呢，咁啊留意翻咧呢一度本身係負 x 嚟嘅，咁我唔希望咧就話括住佢之後咧係仲係一個負數啦，第一個係，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啦，我哋亦都會將括弧括住佢之前掹走咗個負出嚟先，對住呢兩個項全式掹走一次負號出嚟。好啦，當我哋掹咗負號出嚟之後，負 x 原先就會變翻低正 x 嘅。原先正 y 因為全式掹一次負出嚟啊嘛，佢就會由正數咧，佢就會變翻做負數嘅，咁就會變咗做負 y。負 y。OK， 就係呢一步咧係需要留意翻正負嘅。OK， 好啦 ，grouping terms 做完呢一個初步嘅 grouping terms 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啦，留意翻組與組之間有冇公因子可以各自嚟抽出嚟咧。首先睇一睇翻第一組先 ，xy 減 y 2次，咁我哋留意到啦。大家咧都會有一個 y 咧係可以共同地抽出嚟嘅，共同地抽出嚟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會全式抽一次 y 出嚟先，將全式抽一次 y。第一行剩翻 x 減啦，
y 二次即係 y 乘 y 嘛，咁你由 y 二次嘅身上抽一個 y 出嚟做 common factor 公因子嘅話呢，佢會仍然剩翻低一個 y， 一個 y。好啦，跟住後邊呢項冇嘢好抽，咁所以呢，我哋繼續抄翻就係負括弧 x 減 y 咁樣樣，負括弧 x 減 y。好啦，咁跟住睇一睇翻啦，而家呢兩項嚟講呢，大家都有一個叫做 x 減 y 嘅出現，見唔見到先？好啦，咁即係話呢，今次呢個 x 減 y 呢，就視為呢兩項之間嘅 common factor 公因式啦，咁就將呢個 x 減 y 呢，就抽佢出嚟，寫喺最前面位置度。OK， 然後啦，我哋對於第一項嚟講，剩翻低呢就係呢個 y 啦，就寫翻喺括弧嘅第一個位置度先。好啦，跟住減啦，僅餘一個抽咗出嚟喎，咁呢一個位置呢，我哋係需要補翻個數字1嘅，補翻個數字1嘅。咁到此為止呢，我哋16條呢，呢一個嘅 by grouping terms 拼項嘅方法進行因式分解呢，咁都示範埋啦。咁跟住落嚟啦，我哋就會講到點樣利用一啲叫做 identities 啦，分別就係 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 啦，同埋一啲嘅 perfect square 啦嘅 identities 咧，就進行一個因式分解嘅問題咁樣嘅。